即时时间已经到，请咱预备心来敬拜神的。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无听我的祈祷。我的心失一个时，就要你直接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我我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到上所在，做我下步的来脱离对敌。我要永远踮伫你的后面，我要避伫你实地明白的所在。撒该来用圣诗。圣诗第57首，圣诗第57首。
愿大家学乐上帝，请起立并接受。主爱天父看顾人类死了安慰的上帝，你是万中得上所在，愿逐摆有困难的时，拢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求问你。虽无阮的心忧伤，总是愿依愿要好。感谢阿罗你，因为伫阮的一生年日中，你常常互阮体验到你是阮活命的源头，是阮患难中赐的帮助。阮也要为着快乐可好受伤的兄弟，以及失去性命的家属，求你用你的怜悯慈悲看顾因，用你的大管的医治因，信心的配合安慰因，除去因思乡的兄兄，失去因浓重的目屎，这安慰的心甲因的空间，有持坚固甲安慰。今仔是主国活的日子，我们来举行新的灯，一摆来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安尼，我们来谦卑寻求你，我唔够为着家己来活，是要为着你来活。因为主你为阮来死，也为着阮而活。求你互阮将这个恩典刻条伫阮的心内，也互阮的信心会当天天甲成长。求你的灵时刻引带阮，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
咱来即回来讲读上帝话，诗篇16篇，诗篇16篇，但伊哈哩本是588页，但伊哈哩本是第686页。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有我无福气。阮家己真善百姓，因是着祈祷，是我所真心欢喜的。连别个神替我耶和华，因的忧苦若被加添，因变下的济，我有要献。我的嘴唇也毋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规种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保守。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死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米是我心肠也是了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喘。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热心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于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苦难。你要将活命下到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欢喜，你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就是将伊的话记录伫咱的心，即是请把失败平时我来讨乐上帝。
是过活节，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相对的，嘛是一个信仰反省的好日子。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过，若无信仰反省的信仰，是一个无够成熟的信仰，因为咱的信仰是活泼，值得咱一再学习，而且爱时常更新变化。佮亲像咱改革中长老教会，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的教会，嘛会当讲不断顶头生的教会。伫过活节，牧师要搁再一摆来提醒咱长老教会信仰传统甲信仰精神。信仰传统就是讲咱长老教会有4种重要的传统，这拢是需要咱一再来反省。第一，咱的传统第一个就是上帝的主权，意思就是讲，咱的拯救是出自上帝主动恩典。第二，咱的信仰传统是圣经是上权的权威，就是讲强调圣经才是上帝的话语，是信仰甲生活上权的一个权威。也这嘛是咱宗教改革运动的基本的精神。第三个信仰传统，就是信徒该祭祀，就是讲伫教会生活一个服侍是无分尊贵卑贱的分别，就是讲人拢应该尽力服侍，就是讲无啥物人是较重要，大家拢共款。对咱长老教会第4个传统，就是过活的基督是为教会唯一的头，特别是伫过活节是咱重要，这个过活节的过活是咱确信的，就是讲教会头是基督，毋是任何人，唯一就是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最中心。咱的信仰精神有4种，伫咱长老教会信仰精神4种，头一个就是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第二就是重视圣经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就是讲伫生活中实践圣经内面的价值；第三就是代志共和，咱是长老教会是代志制。第4个是焚而不毁，简单讲，焚而不毁就是牺牲奉献的一个精神。特别伫今仔日，牧师提醒大家，就是伫过活节，咱搁爱做一摆的功课，就是反省咱家己伫教会中间是毋是有遵守。既然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份子，咱应该时常去思考咱家己伫教会中间的角色。爱知影，教会毋是一个证明我比别人较强、比别人较好的所在，毋是安尼想讲，哎呀，是毋是？哪会做安尼？若换我做，绝对会较好。甚至有时会表现出讲，我唱到安尼搁敢徛起，我唱比较好。嘛有可能心内会想讲，即个事工我绝对是专家。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有时嘛袂使安尼想讲，分享一点嘛无感动人。我来讲一定比较好，我若来分享一定规场拢靠一堆人。兄弟，教会是一个证明，啥物人比啥物人较强的所在，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份。基督是教会头，也爱知影，无伫一个身躯，无内面无对一个器官是互相咧比较的。一个肢体的器官中间，毋是竞争的关系，是一个互相配合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到29节安尼讲：若是上帝经世间拢的来互有智慧的人介绍，上帝嘛会经世间软正的
来互永存的人见笑。上帝也见世间以前的人看无就眼的，以及遐的无的来废除遐的有的，互既若有着体的，伫上帝面前无通夸口。所以咱要知教会毋是一个互相比较、竞争、计较、看轻的所在，教会是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宣传、互相协助、彼此支持的所在。要知影，如果若毋是用上帝做中心，那强强要检查咱家己本身是一粒球，爱挂掉。诗篇16篇第8节讲到真好。经文安尼讲，我常常见奉耶和华伫我面前，因为伊伫我正面，我就无摇出。即则经文如果用较浅白的讲法，就是讲我已经将上帝摕伫我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手边，我无互啥物来摇动。真明显，你甲咱讲，只要有上帝伫头前掌管引带一切，我就袂互人拍败。我的主，我的主正手强到咱有极其大的权能，会当掌握一切。我只要尊主最大，凡事仰望分对伊，我就袂摇动。大笔的经诗伫最后一段，更加清清楚楚表达出，我靠主的人是有信心、有盼望，就是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嘛会当经历着主的慈悲，以及主的恩典。特别是伫教会中间，会当深深体会，咱有听从咱的上帝，是活伫世间上珍贵的一个恩典。咱伫教会内面，无啥物比这较重要啦。拄则咱所思考遐问题，迄是人牵人中间的竞争，只是咧争讲啥物人较重要，却无想到教会内面的肢体的关系，因为教会内面只有肢体关系，啥物人拢是最重要。就亲像一个完整的肢体，无一个器官无重要。拜托，咱发生一个台湾发生一个足重大的代志，就是太鲁阁号。这个事件，来咱知影内面有退休的牧师啊，有退休的牧师，规家伙，规家伙就出一个个话，咱内面有教会的姊妹，因一家伙4个人出去一个话。伊的丈夫，伊两个囡仔过世，咱若看电视，咱看到，可是有一个头壳仔用来互人杀落地迄个女的，伊是教会一个姊妹。咱也知影，不止安尼，嘛有天主教即个副车长，嘛是天主教徒。侪人因为，遮侪大部分人拢是住伫东部，咱在东部，足侪教会，足侪原住民，遮有牧师的家庭，拢总过世。嘛有教会出一个人，伊足坚强的，因为我一个同学，我是伊个牧师，伊昨传我讲，咱伫电视看到即个前日如地红山的即个讲话，迄是硬伫伊的内心一股力量甲支撑住，伊嘛毋知要安怎，咱拢会知影，即较一个教会感觉。因拢是咱的肢体，因拢是咱的肢体。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安尼讲：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同快乐。为着安尼发生这种代志，咱都要为着遮来祈祷。我相信今仔日伫全台湾所有的教会，不管啥物宗派，拢共款，为着这件代志，大家拢在祈祷。肢体无竞争，只有互相爱记。咱的上帝才是咱的头，无啥物比这较重要。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因为我要至诚至关的主上帝，感谢你用全能甲全智创造万物大行照片，佮感谢你分活命的开，伫阮遮的有你的形象的人的中间，你也将你属灵的活力。放伫阮的身躯顶，互阮成做你真特殊的一个作品。总是听阮天父啊，因为阮受着世间上足侪代志，
来引诱，阮爱做大，阮爱较赢过另外一个，甲阮平等的兄弟或者是姊妹，阮爱享受权位以及得到利益。阮安尼其实已经互世界变做无限，直到阮毁坏你设立伫阮的身躯顶的形象。主啊，加在你对人类有权未改变，你甚至差遣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阮这个世界，来完成你听世间以及拯救人类的奇妙作为，互阮的心灵也对基督的死得到清气。虽然阮的基督捌死各国山的山顶，各国滩的山顶，总是伊也对黑暗死实的所在搁活起来。他伫搁活一个今仔日，愿心欢喜，三角兄子搁我的主来进入阮的心中，阮无搁再因为失败得到悲伤，因为基督已经赢过一切。基督也已经拯救阮到无罪，阮面对心讲出哈利路亚，主已经搁我。上帝啊，求你保护阮，因为阮倚靠你，你是阮的主，你以外阮无福气。主啊，因为基督的搁我，阮也要心欢喜，心快乐。伫搁我这时阵，求你献出搁我的眼光甲观念，引带阮行伫黑暗甲希望的路上，也祈求主会当亲自来安慰伫花莲遮的受害者以及伊的家庭，愿因光为三位一体上帝，将搁我的喜乐平安刻掉伫阮的心中。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愿搁我的救恩临到你以及你的全家，甚至甲你做伙行伫天路遮同伴。今仔日这首诗篇是用上帝诚做保守喜乐的一个首诗者，咱要来伫伊面前表达对伊的信仰的一个确信。这首诗包括两部分，上主要是包括两部分最重要的。第一节是一个爱歌，以及第7节以及到第9节，这是一个感恩。但是上主要的感情是放伫表达这种喜乐的这种歌曲。诗篇中间有6篇，互人标记做大笔金的诗。什么叫做金的诗？其实真侪圣经学者拢有无同款的讲法，无一定是对一个是正确。会当综合起来，会当讲是只是一种足单纯的内心的一种诗歌，嘛是一种代表性的一个诗歌。像大笔金的诗，就代表伊的内心的一个诗歌。所以这个金的诗并无啥物解说。不过除了第16、第58篇，伊用标记做大笔金的诗，交予乐观。乐观就是讲关于这个负责诗歌的人以外，还佫有第56、57、59、60篇。除了标记做大笔所做金的诗，嘛有被标记做大笔写迄首诗歌迄个时阵的背景。咱来看56篇，伊的背景是讲非利士人伫加特掠到大笔。57篇，伊的中心点是大笔在向扫罗秘动来。59篇的中心是扫罗找人去埋伏伫大笔的厝，要杀伊。第60篇是中心是讲大笔伫2条溪。2条溪的以南以及索巴的亚兰交战的时阵，约押倒来，伫阳国开始以东人10000人。当大笔写第16篇的金诗迄个时阵，可能是伫四分的一个旷野，拄底互扫罗追杀。对安尼来看，大笔写遮来所有金的诗，拢是这个时阵拢是足危急的
状况的面，但是伊伫遐危急的所的时阵，伊嘛写出遮伟大信心的歌。诗篇16篇也是互人归类做一个叫做弥赛亚的诗篇的诗歌。这个弥赛亚的诗歌，嘛会当讲是叫做歌瓦的诗歌。保罗甲彼得拢捌伫报道的中间用遮来做实践。因用这篇诗篇16篇来证明救主耶稣已经到我，上帝的圣者绝对袂朽烂，就是讲上帝的圣者绝对袂灭亡。这首是一首属于俄罗的诗歌，是咧表明有上帝同在，是活命的喜乐，袂当用其他的方法来比拼。这个诗人认为敬拜上帝人，就亲像一个清清的一个水泉。甲即款人，甲敬拜上帝人做伙，就亲像咧啉足甜蜜的水泉共款。心内迄种感觉就是舒服。而且有2节是即首诗篇的中心点。头一个是伫第8节，第8节讲：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面前，意思就是讲我时时刻刻用上帝的话称做日常生活的准则。第10节所记载是咧表明一个人如果确实遵守上帝的旨意，称做生活的准则，这个人绝对会得到永远的活命，袂败坏。根据整个经文的结构，咱来看经文每一节是咧表明什么。然后这如果你即摆有圣经，请会当掀开诗篇16篇。咱今仔要用3个角度来看这篇，用3个角度。头一个角度，咱来看伊圣经所写讲大必经的诗，咱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必经的诗，这是咧宣告大必敬畏上帝。伊第一大必的信心是伫第1节到第4节。第1节到第4节，咱来看这中间内面最重要的一个启示。第1节是咧讲倚靠上帝，祈求上帝保护。第2节是咧讲尊主最大，无伫上帝以外来找找其他帮助。第3节是咧讲欢喜期待称做上帝的百姓。第4节是除了独一的上帝以外，无找找、无敬拜、无宣扬其他的神明。第2，因为上帝的手术，凡人既然敬畏上帝人，要得到欢喜的喜乐。这是记载伫第5节到第6节。第5节安尼讲，上帝亲身称做大卫的产业，会中的荣耀，并且为着伊来鼓受大卫伊所得到的福分。民数记18章20节，民数记18章20节安尼讲，你伫因的所在唔通有产业，伫因的中间也唔通有荣耀。伫以色列人中，我就是你的荣耀，是你的产业。第6节是咧表明上帝手术的产业是真水的所在，而且产业真好。所以讲，咱来看第3个，大卫所做信心的行动，这是第7节到第8节。咱来看第7节到第8节，伊是咧讲啥物？第7节是咧讲俄罗上帝，因为上帝是驾驶咱境界咱的安慰者。第8节是咧看坚定信心来顺服上帝，倚靠上帝。但比所写伊家己经的诗最后的部分，经文是咧讲啥物？咱继续来看。咱是咧讲第1个角度，大卫经的诗。上帝作为是守护人永远的福气以及快乐，这是第9节到11节。咱一节一节来看，第9节是咧讲，互大卫的心灵欢喜快乐，安宁行去。经文伫圣经内面诗篇23篇，就是一首非常互人平安、平静、享受伫上帝安稳的怀抱的一首诗。这首诗篇23篇嘛是咱拄着失去平安的时阵，真爱读的一首诗。
当我拜五暗看到这个泰鲁格拉斯，我心内马上一首诗歌出来。这首诗篇23篇嘛是足多写歌的人真爱用这首诗，写足多。所以相信当咱讲，即摆讲到诗篇23篇，兄弟，即摆咱真侪人内心一定有，你捌听过诗篇23篇的这首诗，马上出来。我相信真侪人话呢，对无？我咱讲就心中长老，我相信你即摆我讲的诗篇23篇，马上你心内有诗篇23篇某一个作者写出某一首诗，某一首歌出来。诗篇23篇是足水的一首，歌词会当形容咱今仔日的诗篇16篇的第9章，这种内心的一种欢喜平安、心的快乐。咱来看第10章，无将大笔的英文，放散的阴间，嘛无互伊的肉体朽烂。大笔敢安尼写，大笔伊真正足大的信心，伊敢写讲也我无对伊的言论，放松的阴间，足大信心。这11章是咧讲，俄罗上帝只是外名道路，赐了满足的许多永远的福气。迄是第一个角度。咱来看第二个角度，这首诗不只是属于大笔经的诗，这首诗第二角度咱来看是属于基督经的诗。佮是用基督的角度来看，佮是要应验上帝应允。咱来共款，咱来看第一基督的观念，第1节到第4节，咱用基督的一个角度来看第1节到第4节。咱先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34节所讲，耶稣甲伊讲：行找我的旨意，来明白伊的工只是我的美意。这是表明顺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大一个条件，因为顺服才会当甲基督成做肢体。第二，上帝的心思，这是第5节到第6节，咱会当参考约翰17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17章第1节到第8节，这足重要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伊是咧记载耶稣的基督。迄是一个真水的基督，其中是要爱互咱了解应邀甲应性以及稳定的关系。应邀、应性甲稳定的关系，基督怎样要爱咱？因为接受真理，互基督得到喜乐以及荣耀。注定咱当然咱看约翰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第3，咱来看基督的行动，这是第7节到第8节。有一堆的经文嘛写得真好，咱会当参考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伊即个25到26节，伊有一个中心点，是讲基督的作为是对上帝的旨意来。基督的作为是对上帝的旨意来。第4，上帝的作为就是享受人永远的福气和快乐。这是用基督的经史的角度来看，是第9节到11节，这是上帝的作为。当彼得伫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众人聚集，彼得宣讲第一篇报道的信息时，就是引用诗篇16篇。伊安尼讲：我看伊主时常伫我的目睭前，伊伫我正面，互我袂跌到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并且我的肉心也要安定徛起伫五芒中间，因为主无将我的言语放落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朽烂。你已经将活命道路指示我，爱我，因为看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喜乐。而且这段经文咱当然一定爱看，就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25到31节，《使徒行传》第2章25到31节，这段经文咱嘛会当转去看，会当转去看。而且当保罗第一摆伊旅行报道时阵，嘛是引用诗篇16篇，
讲你无互你的成者拄着凶案。保罗第一摆报道时，伊嘛是用四个查票。咱再来看用另外一个角度，咱拄则讲两个角度，咱看第三角度，用第三角度，用咱家己来看，对咱来讲，第三角度这嘛是会当讲是咱的金丝，这是咱的金丝是上帝对咱的应允，上帝对咱的应允。咱这部分咱看做有四个行动。第一就是第1节到第4节，咱所需要的就是信心的行动。这个金丝用咱的角度来看，第1节到第4节是讲咱所需要的是信心的一个行动。第二个是第5节到第6节，上帝手术是满满喜乐，徛伫咱的角度来看咱的金丝。第3、第7节到第8节是咱需要需要的行动。第4是第9节到11节，就是上帝作为，就是上帝所应允的福气。所以用这三角度分做三方面来看，这首经的诗对大笔、对基督、对咱家己的启示，这首诗实在是足值得咱今仔日搁活者来思考。咱今仔搁活者来思考这首经的诗真水。经文中间特别我要提出一个标题。就是讲，耶和华是咱的产业。咱来看第2节，16篇第2节所写：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教会是咱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应该爱称做咱生活的中心。用主做中心，画一个框框啊，用主做中心。将每一部分拢甲包括伫内面，这个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敢若一个框框啊，画一个框框，用主做中心。所以不只是有主就是一切，而且是互主来决定一切。像我拄则咧讲，咱台湾基督徒的教会，咱的信仰精神就是啥？就是将一切荣耀归予咱的主。诗篇15篇第16篇第5节嘛，安尼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物件，我所应得的，你甲我高兴。而且大篇嘛表明讲，伊是用主做瓦壳来成做一个夸口，就是用主做一个中心。圣经中利未人讲，耶和华是因的产业，产业。伫古早时代，不只代表是人的身份，而且是一种互人做信任的一个身份。有产业不但会当互人挖壳，而且会让感觉足平安。诗篇16篇嘛，咱讲是一首毋茫的诗，是安怎讲是搁活者爱看诗篇16篇，因为伊嘛是属于一个毋茫的诗。彼得描述一个讲道，指出这个语言。是应验耶稣基督身份顶悬，伊照上帝，这个语言就是讲，伊基督照上帝旨意，担当咱的罪，伫十字架顶成就，替咱受死成就了这个问题。所以，咱爱活伫主的旨意，才会有这个上帝的希望。这篇诗篇16篇，会当互咱带来足大的希望，因为上帝无放弃这个事情。无互凊彩进入阴间，共款上帝嘛互耶稣宝血带来互咱希望，因为死亡已经无搁再是人的一个终点，死亡是人的终点。咱等于我相信电视会一直播迄个红十分的迄个情况，咱看迄种坚强，迄种坚强。伊知伊拄着即个关卡，要毋是伊的重点。因为阮迄个同学伊是阿美族的牧师即个姊妹是因个教会这姊妹，伊知支撑他的是啥物，毋是死亡。否则等于这个死亡成做一个足重要一个界线，亲像一片门。
一片。兄弟姊妹，咱要圣礼变进前，咱先来念圣诗215首，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修圣餐会进前吼，小会有公道咱有要接纳两位要转接来入咱的教会请问涵涵善姐妹有遮无？有两位吼，一位是涵涵善姐妹吼，伊是要对高雄后进教会后面的信义会吼，是信义会，这毋是本庄的还有另外一位是陈秀萍吼姐妹，伊是对本庄东部中会北部教会吼来转接吼当要来接纳。来，请来，好，紧，还是咱请咱的兄弟姊妹来起立，老师来宣告，老师来宣告。当陈秀萍，你已经伫你的教会有个别你的信仰来受洗，也有我靠教会的头，也是大人物，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即时，我要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鹿港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来诚侪陪参会员，有分伫主的道以及信仰的稳定，请咱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也欢喜接纳陈秀萍姊妹，将伊的职转来到鹿港教会。愿上帝你继续甲伊同在，互伊无论伫倒位，拢有甲主你立的约，带来平安。若是安尼，继续跟对主，伫你的内面来受起造，伫主耶稣的活命内底来更新一个新的生命。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场请坐，小萍，请你罚过吼，咱来拍破欢迎啦吼！10多年前咱就来欢迎吼，咱下次吼，伊只是早对伊的节端来请吼。好，即是咱要来做伙来修圣餐，请咱的长老来将这圣坛倒平。
伫疫情，然后伫即个月内底，有空难，搁有伫高速公路顶的车祸，搁伫几日前拜五的时，泰鲁格号的一款的火车的意外，搁互咱台湾有诚侪互咱做实际。台湾即时就是伫即个，敢若是伫死亡的压制内底，全台湾伫即个艰苦的中间，总是咱因为有主耶稣通靠，所以我感觉伫今仔日的圣礼典的中间，兄弟姊妹对咱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欢迎去若属伫伊的教会的陪产者，咱要三个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伊捌安尼讲，恁去若着我大的，着就有我要互恁得着安息。主耶稣佫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有我的人，恁决断袂了，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有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所以兄弟姊妹，即时咱要来注意来听主耶稣伊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伊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显明，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我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饼是为着咱拍破的，亲像主耶稣的身躯。摕饼了后，食了后，主耶稣也有安尼讲。即个杯是伫我的血，甲你所立的新约，恁去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袂迄面，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即时咱也要伫伊的名，照伊所教示咱的，咱三个来祈祷。主上帝，即摆阮照你所教示阮的摆列即个宴席伫你的面前，愿主你差遣圣神来分别做成即个饼甲即个杯。也互阮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有分伫即个，主当阮伫今仔日要同齐伫你的面前来收即个杯、即个饼，就是你甲阮入的约，阮的心献上感激，阮也为着阮台湾即时所拄着即款的艰苦。阮也要献上阮的祈求，当初阮甲你结连的时，阮也要代表阮即个受痛疼的台湾，甲主你结连。愿主你的保护，毋但赏赐阮气力，也要赏赐互阮台湾伫你的救恩内底要有顶头生。阮伫你的面前，同齐要来守即个圣餐。愿你的圣神即时临在伫阮的中间，通过。这个饼就是你为着阮拍破的身躯，通过这个杯就是你为着阮所流的宝血，互阮毋但是阮家伫教会内面的，就是阮甲阮的肢体，就是这个整个的台湾，甚至是整个的人类，同齐要看到主耶稣，你赏赐互阮的恩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体，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谈饼，请已经有受洗的，无论伫叨一个教会，你兄弟姊妹都会当同齐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兄弟姊妹，请咱当你摕着饼的时，你摕着你的手，互咱的长老分互你，你摕伫咱的手，
面相献上你的祈祷。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挂，是爱咱甲伊成做一体。伊要接纳咱，是无知的，是软正的，是欠亏的。你也像是会着为着伫即边的泰鲁格号铁路有50日体，佮加上186个，才会咱的乡亲，因的身躯真正是拍挂，甚至有个人已经斗袂倒来。主耶稣讲，伊也为着这个来死。乡亲，这个受苦的来到主的面前讲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要甲你结连。感谢你为着阮拍过你的身躯，互阮会当得到安息。或者遐个流目屎，伫遐个艰苦的人，也要来得到安慰。毋知有哪一个兄弟姊妹无摕到无？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甲来领受。食了后，就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甲恁所设立的，恁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咱的中人来服侍。
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杯所设立的，兄弟姊妹，咱既然啉的时，就要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要纪念主耶稣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个来感谢。主耶稣，感谢你为了阮牺牲，也为了阮搁我。若是无你，阮早就伫黑暗的中间，甚至将来就要进入去。看袂到永远的黑暗。主耶稣，阮感谢你，真侪阮生命的光明，也互阮会当伫主耶稣你的内面，真侪一个新创造的人。虽然阮的心思意念时常是伫这个世间内底来倒磨，虽然阮所拍拼无落的，一直无照着天父上帝你的旨意。总是主你有缘引领阮，你有缘想要搁用你的疼来吸引阮，互阮会当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当阮为着今仔日会当同齐伫遮来领受这个圣餐，阮遮的诚侪培养阮属灵生命真实的食物，互阮时常会当纪念，阮就是你所拣选的族类。阮也是你分别做成的邦国，阮是你家己的百姓。上界重要的，你也拣选阮，诚侪是君王，是祭司。主，阮感谢你，伫遮尔多你对阮的仰望的中间，阮打落失落的，有倒一项是阮做无到。主，求你来提醒阮，求你来教示阮。求你继续牵阮向前行，也互阮知，阮若会诚做君尊的祭司，诚做万民该祭司，每一个人拢要诚做祭司，会当勇敢无惊吓徛伫主你的面前，就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为着阮所徛即个土地来祈祷，愿主你纪念阮。无看阮的软正无够，愿主你纪念即时台湾所拄着的意外，侪人的土溃，侪人的火，侪人的性命。主啊，阮将遮的无奈、遮的患难、遮的艰苦，拢摆在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来带领。互阮伫甲悲伤的人同齐悲伤，甲啼哭的人同齐啼哭。搁一遍来宣告讲，主耶稣，你无弃杀阮，你的确为阮、牵阮来行过遮的天灾人祸，互阮台湾伫即个中间，搁一遍来得到顶头生的冠名，因为主耶稣你，阮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也是我靠主耶稣你搁我的名安尼祈祷，阿门。请咱三个来面回应诗来引导上帝的话，圣诗第118首，圣诗第118首，在早已书城，请起立传诗。在早
请来支持来报。咱说平安，平安。伫咧报告的内先，咱先来读今仔的经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1章24节。咱家己汉语版来读2遍，请。和合本的部分，我们也一起来读2遍，来请。我对这事所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真的主。我也知道，这见证是真的。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真的主。我也知道，这见证是真的。4月份的日月中节，4月份的日月长老是玉松长老。执事是青衣执事，下面服侍的部分，请有服侍者才来致意。咱先开首报的第3面，咱伫拜4暗的家庭礼拜啊，佫是暂停；伫拜5暗暗时8点有北学士班的练习；拜6下早理性培育课程嘛是暂停。伫儿童品格营，伫顶半年嘛是暂停。拜6暗时7点有职场团契聚会伫富堂，暗时8点50有敬拜团的练习。伫拜日下晡7点有学生甲青年团契的聚会。伫拜日下早11点有少年团契的聚会。伫每个月第2甲第4礼拜有妇女团契的聚会。消息的报告，咱先开主报的第4面。今仔日是国外节，伫会中咱举办献礼典，咱感谢主耶稣赏赐咱赢过死亡的权势甲国外的性命。礼拜三有国外节的红人要送互大家，咱感谢毋可因节伊来做这红人。小伙广告。接纳2位专辑日本会，韩凡善姐妹甲陈秀萍姐妹。第3点，下主日是传道部奉献主日，请兄弟为传道部的事工关心甲代祷。第4点，咱恭喜王应钦兄弟甲陈秀满姊妹的查某囝，知文甲俊成执事，伫稳定之喜。伫4月10号，伫王府王家的府上要举办订婚的感恩礼拜，愿上帝继续带领两位亲人离办立起婚姻，佮上帝赏赐听甲稳定满满。第5点，主日2伫4月17号举办国外节传光活动，主题是。甲主同行，参加的对象有主日2偏吉营、夏令营、冬令营的小朋友。要参加的请向静怡执事甲义务执事来报名。第6点，中财务部4月25号下晡1点半，伫彰化教会举办教会财务研习会，参加的对象是教会财务同工，请同工向洪志执事来报名。第7点，咱长照志工需要你的加入。本会长照到今仔已经满3年啊，鼓励咱兄弟诚做志工，诚做上帝手中的器皿，请咱有意愿的人来向曾牧师甲静茹姐妹来报名。第8点，伫6月咱会举办洗礼，有备办要洗礼，有小儿洗礼、甲健身礼、甲成人洗礼。对即时开始报名，咱若要洗礼的人，请来向后面
来摕报名单写了来交予咱茉莉牧师。第9点，爱约托里所搁偌这个跳蚤市场，伫4月4月6号、9号，下早9点到5点，甲4月11号的下早9点到11点，伫伯利恒教室举办。那咱厝里有一寡物件要提出来义卖，咱才甲整理出来。迄天卖金额会捐互喜乐育幼院。若迄块要提出来义卖物件，请整理好清气，交互校慈园长。第10点，本会咱有建立手机读经群组，伫5月咱要搁迎头来读。那伫5月开始，咱每工是读5章，咱鼓励兄弟姊妹加入教会的读经族群。伫咧6月12号下早9点到下晡4点。本会有举办古约圣经由衷讲座，会甲考卷、甲动作、甲活拍的一个课程，互咱伫一天内有法度明白圣经的架构、人物、历史甲事件。咱迄天的讲座是每人600块，这包含教材甲复习的部分。那加入读经的群组的会阁有优惠，咱30人以上咱就开课，报名请向10岁长老甲我来登记。伫咧台岛的事项，请为鹿港地区的复兴甲转化来台岛，求主掌权鹿港地区。第二，请为世道帮教会兴旺甲宣教来台岛奉献。第三，为身体欠安的兄弟来台岛。有施渊源、黄维国、康曼丽、尤敬言、王丽香、蔡锦堂、茉莉牧师、施禅、施维坤、郑家弟兄。伫会计报告的部分，若有需要更正的，咱才向后面的会计同工来更正以上。兄弟姊妹，而且来补充报告，伫即个拜六吼，去订婚，咱的子文甲俊成吼。因是下早时10点，礼拜六的早起10点，欢迎咱大家做伙去甲李应金兄因的厝内面来参加这个订婚的感恩礼拜，伫早时的10点。结婚伫5月，到5月的时阵，我会搁来迄个讲写这个日期搁来牧师要互咱大家伫这个报告的内面讲。第10点，希望咱会当来加入这个读圣经5月就要搁对头开始啊咧，会记得咱12月的时阵，再咧讲邀请咱大家安怎来参加伫这个1月开始到4月底，咱就对圣经对头讲话已经来参加，已经来读了即摆5月开始，其实今仔日已经咧读新约昨已经就读新约到马太第1章，今仔日马太第2章到11章所以希望你会当伫今仔日开始来加入，因为新约对咱来讲读着真熟悉、真群流啦搁来咧到5月份，你看用4月1个月就会当对新约读了。拢总有27本的27卷的，所以你伫迄个讲新约内底读了就安尼真熟悉，然后5月份5月对开始读5章尔，减一半的时间啦，差不多10几分钟就读会了做伙读有啥物款的好处？后礼拜我会甲咱讲。做伙读有啥物款的好处？顶面咱也有足侪姊妹伫遐甲咱做见证所以5月我希望咱全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读。我真欢喜，伫1个月前就已经有一个兄弟讲，伊的厝内面，伊的2个囝儿，才读国校尔，因逐工拢有读圣经。我讲真诶爱读啥物款的圣经？读小项尔，伊可能读迄种足大字，然后是拢足侪翁仔图迄种
毋是呢，我讲哈，伊讲伊是读迄什么注音版的和合本呢？哦，注音版的和合本你捌看过无？哦，我里面迄个讲乐的指示吼，伊有提来，就是咱对头到尾吼，读圣经转到尾来报名一个人读1点钟的，伊提来迄有注音版的吼。啊，伊讲因兜的囡仔吼，逐工倒去拢读1章，我讲感谢主。哦，这个囡仔有人读中年级，有的人才读2个读低年级，啊，我真欢喜。伫昨昏吼，即几工休困的时，佫有一个姊妹打讲，牧师，你知影无？伊用哪？我伫休困的时阵，阮全家吼去公报，去迄个内中的福音书房。我台湾的查某囝吼，伊查某囝3年，伊来买一本，就是共款这个注音版的和合版的圣经，哦，然后伊逐工也要读1章。哇！我的心中欢喜的，兄弟姊妹，我相信咱在座吼，大家拢已经离开这个囡仔的时阵啊。所以若是一天读5章，你会当无？会啦吼，感谢主啦吼，会当无？我真希望咱大家拢会当做伙来读，因为伫遐咧遮伊，我看到遐咧读的时阵吼，牧师大家看遐的人的名，我就为着遮个人献上感谢，献上乐乐，而且伫遐为着伊祈祷。望上帝的话，就真侪今仔日的帮助。过来，咱伫即个第10点才有讲着讲6月12，吼，咱拜六的早起时到下晡，有一个圣经吼，旧约的圣经由衷，就是对头到尾，用迄种活泼的方式，吼，要互咱会当来参加吼。而且牧师用这 PPT 吼，咱会当来看讲，这个圣经由衷，这个讲座吼是对。台北遐有国际读经会，伊有台湾的分会，吼，迄听讲是执行长要来甲咱带，吼，伫遐伊标榜讲啥物，你毋免做笔记，你来上这个课吼，你拢毋免做笔记，是安怎？你一定爱讲，你一定爱叮当，吼，有遐的口诀，吼，佫有安怎？佫有迄种动作会当帮助你足紧就会当。这若是伫台湾，伫外国嘛是有。所以足侪甚至一个牧师伊讲真希望讲30年前伊就捌上过即款课啦，而且会当帮助咱会当来记，这伫足侪长老教会其实拢有用过，咱伫这顶面有看到一个荣兴长老教会这伫北部的我看南部屏东遐的一个或者咸州教会伫屏东伊嘛是伫即个中间有旧约有新约，我先办旧约，后半年再办新约，互咱对这内底有口诀啦，有口诀，创造天地亚当对了，洪水生化万国分散400，事情，可能是我感觉是4情2情，当然，无耳，无耳台语叫做耳声，这个无耳是到底啥物款的城市咧，足重要的，叫人按对遐出来，所以对创世纪甲新明记用华语啦，喺华语内底就会当来，搁新约内底，搁新约甲旧约内底，有400年的沉默，旧约最后一本的册叫做马太记书，甲第一本新约的马太的中间的。这个中间有400年的沉默，好，这时间，伊有啥物款的内容，旧约的由衷的内容伫面顶，拢有遐。你若交600块，复习免费，复习免费的意思就是讲，伊今年，伫啥物教会咧办，你拢会当去遐复习就对啦。像今年，伊对年头甲年尾差不多拜六，拢有一款的课程，伫咱的教会咧。咱嘛要家己来办，咱教会遮侪人，伊讲30个才会当开课，我希望咱特别咱已经有咧伫圣经的群组内底会兄弟姊妹有优惠，但恁优惠，恁会当来参加，过来第2个一定爱参加啥物啦？我讲的是一定爱参加，过来就是鼓励咱兄弟姊妹第2个一定爱参加。就是咱无论是伫楼顶遐的主日学的教员同工，也是咱所有的干部团契的同工，甲咱所有的长老执事，这是一个领袖的训练。所以咱今仔日佫有讲万年改这新的，兄弟姊妹，你嘛是
是领袖，你嘛是上帝所用的，请你甲你的隔壁的兄弟姊妹讲，你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所以咱嘛需要对上帝的话语来认捌，对无？吼，借着这个课，互咱感觉安怎真处理、真轻松，然后就直接来进入伫这专教会拢有读圣经，所以伊嘛有伊的迄个粉丝的专业，所以咱小少来报名，好无？下日牧师来放短短一分外钟，咱看台北的一个复兴堂这间教会，因安怎伫这个中间兄弟姊妹。安怎伫迄个中间来上课是足趣味的，足趣味的，咱做伙来看。咱三个来祈祷，牧师特别咧带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伫阮所有兄弟姊妹的心内底，拢要来附加，要来管理。主啊，将迄个心无你话语的心，即时就放入你每一个人的心内。主啊，阮一世人超找你，超找你。超找你，通过你所甲阮讲的话语内底，搁较深甲主你结连。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撒旦无过来偷摕，无过来毁坏，无过来拆毁，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内迄个宝贵、愿意追求的心。主啊，你用圣神来封起来，就是阮愿意的心。拄起一切所有遐个困难。遐大粒石头、细粒石头、大山、细山，路中排开，为着名字救主会当进入阮的心内，互阮甲主你三人这条路会当通透，互阮读你的话语无阻挡，互阮全教会兄弟姊妹拢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受启造、受装备、受财、受车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你甲你的隔壁人讲，爱来报名，爱来报名，过来第二，爱读圣经哦，爱读圣经哦。我希望咱今仔日就侪侪人会当去加入这个群组，敢若咧预备，然后5月就要开始，搁对创世纪，搁读5章尔，你伫这个时阵预备读圣经嘛，足方便。好，以上报告。咱三个来吟上面诗献诗第510首，献诗第510首。阿乐天顶就在请你吟全首，伊是上将老师。Hallelujah.
主耶稣基督恩典、希望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交通扶持，甲恁正在家三甲地地，也求主你安慰的心，带来甲台湾这个土地，我安尼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